安裝充電樁成功案例。小區花園私家車停車場，充電設施採用固定電力裝置，提供的電力工程包括設計、安裝、校驗、檢查、測試、維修、改裝及修理。安裝工程均由註冊電業承辦商級別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進行。產品通過防火與過熱之規定，符合特定內燃測試。插頭和插座通過溫度升高測試。雙重測試，以阻絕任何內部或外部因素引發火災的可能性。充電樁在安裝過程中的電氣保護，做到對充電系統短路保護、電擊防護、過電壓保護等措施。同時，對充電系統設備充電站本體、插頭都必須做到符合相關安全標準。獨立的供電系統旨在防止充電過程中產生電弧而釀成火災，以及確保接口能夠承受長時間和高溫的充電負載量。